嚟到球季與球季之間嘅時候呢，依家世冠盃進行得如火如荼，而我哋利物浦呢就等緊一啲嘅轉會消息啦。同一時間，阿里艾利臣嘅紀錄片呢，一連3集喺利物浦嘅電視台亦都係出咗噶啦噃。咁今日就想分享下啦，關於艾利臣一啲嘅故事啦，同埋紀錄片嘅觀後感啊。咁首先，艾利臣呢喺個 intro 嗰度呢就好強調一樣嘢嘅，就係最重要嘅元素係屋企啊！咁甚至比起足球啦，比起比賽更加重要。介紹翻佢屋企嘅成員先啦。一開始咧就介紹佢3個小朋友啊，一個大女，2個仔咁樣嘅。大女就叫 Helena， 個意思咧就係 shiny light 啊，閃耀嘅光咁樣。咁就係大女啦嚇，家姐啦。Mathilde個意思就係 gift from God 啊，神的禮物。咁因為咧佢哋就信神啦，好怕醜嘅。咁但係一時時啦，其實唔係啊。細仔 Raphael 就講緊係 God heals 啊，即係個名嘅意思。好活潑嘅，亦都係喺屋企最困難嘅時候出世。咁幾困難呢？一陣會講。至於艾利臣嘅上一代咧，佢都係出身自運動世家嘅喎。佢爸爸浩西咧係足球嘅門將咧，阿哥都係門將嚟嘅。咁一陣都有段故嘅。而阿媽麥嘉莉咧都係運動員，不過就唔係足球啦，係手球，都係 keeper 嚟嘅。講到艾利臣嘅背景咧，國際體育會係一個不得不提嘅名字啊。70年代巴西嘅足球霸主咧，亦都係佢哋一家人好支持，同埋艾利臣同佢阿哥細個咧都踢緊嘅球會。球會裏邊有個社工叫 Patricia， 佢形容啦，艾利臣細個咧都幾文靜嘅。喺艾利臣接近15歲嘅時候，佢爸爸咧就不幸失業。好彩當時球隊咧亦都係提供咗一啲財政嘅幫助啦，包括食物同交通費等等嘅。喺國際體育會嘅時期咧，艾利臣亦都係遇到佢嘅老婆 Natalia 喎。喺嗰個時候相識咧，2015年喺墨西哥結婚。佢老婆係一個醫生嚟嘅。阿里喺國際體育會嘅故事咧，就講到由細個去到出道嘅時候咧，第一場比賽嗰陣，國際體育會嘅教練咧係巴西嘅前隊長鄧加嚇。佢形容咧，艾利臣第一場波就表現出身經百戰嘅成熟。跟住落嚟咧，門將位置要面對競爭相當之大啊！佢要同一個好熟悉嘅人爭正選嘅位置，就係佢阿哥蒙尼爾嚇 Moria 啊！咁當時咧，鄧加同埋佢阿媽咧都有啲不知所措。咁好彩咧，佢阿哥好支持阿里代替自己咧成為球隊嘅正選啊！除咗阿哥之外咧，仲有 AC 米蘭嘅巴西傳奇門將迪達喎。當時咧就臨近退役，艾利臣咧有幸可以向佢學習好多啦。咁迪達亦都好欣賞佢嘅才華，曾經咧就幫佢聯絡 AC 米蘭嘅人咧，諗住帶佢過意大利咁樣。不過嗰陣 AC 米蘭又有佢哋嘅自家球星啦，當拿龍馬，所以緣分就未有住。門將呢個位置，除咗講實力之外咧，其實要爭到正選都好講際遇。當時迪達咧就攞紅牌，佢阿哥就受咗傷啊。艾利臣嘅哥哥，咁艾利臣呢就真係要擔大旗嘅嘞噃。對住富明尼斯，佢咧就左飛右撲啦，撲咗好多波之後就成全咗門將嘅位置，成為球隊嘅新星咧。咁嗰個時候咧，紀錄片就插播咗一段 Patricia 啦，球隊社工嘅訪問。咁佢就話艾利臣出咗名之後咧，都冇忘本啊，都係幫助佢度過咗最艱難嘅時候，係幫 Patricia 個仔交學費啊。去到2016年嘅夏天，艾利臣咧終於都去意大利啦，不過就唔係 AC 米蘭，係去羅馬。第一季羅馬嘅門將咧係斯捷斯尼，經驗老道嘅波蘭門將啦，踢過亞仙奴嗰個啦。咁所以艾利臣咧都係屈居後備，冇乜機會出場嘅啫。下一個球季17-18年啦，斯捷斯尼離開，艾利臣成為羅馬嘅正選。
歐聯八強有份幫助皇馬逆轉巴塞，之後遇見到利物浦呢，已經傳出利物浦對佢有興趣啦。咁就正面對決啦，睇下板啦。不過嗰次嘅首回合呢，已經失咗5球。咁其實呢，嗰5球都冇得救嘅嚇。利物浦嗰陣火力太勁啦，羅馬返到主場都無力挽回，最後阿里嘅羅馬4強出局。之後嘅夏天，皇馬曾經對艾利臣有興趣嘅，但係報價太低啦。根據羅馬當時副主席嘅講法，而沙利麾下嘅車路士呢，喺賣走高圖爾斯之後，亦都需要門將，亦都係對阿里有個興趣。咁但係呢，佢最終選擇轉會利物浦。當時嗰一刻呢，就破咗門將嘅轉會費紀錄。嗱，我哋有今日嘅艾利守護神啦。真係要多謝費明路喺國際賽嘅時候咧，極力推薦利物浦啊！紀錄片咧喺嗰個時候亦都係訪問到費明路啦。2018年嘅歐聯決賽對住皇家馬德里，卡里奧斯嘅2個失誤啦。咁紀錄片咧亦都係有交代到嘅。高普當時原本都諗住卡里奧斯會唔會支持近乎勇呢？咁但係見到有機會買到艾利臣呢，就試下啦。艾利臣一去到利物浦咧，就好主動同高普 social 下啦。咁第一次見面咧，握手已經講起費明路啦。對於利物浦，艾利臣嘅老婆啦，Natalia 就覺得有屋企嘅感覺。不過咧，佢媽媽就覺得利物浦嘅天氣好凍啦，同陽光普照嘅半島國家意大利係有啲分別嘅。艾利臣嚟到利物浦咧，就留下好深刻嘅印象啊！英超頭幾輪呢，試過挑波過人啦，試過玩波失誤啦，好大膽去用波嗰隻嘅，咁亦都係要適應英超嘅賽場啦。而第一次拯救球隊咧，就喺歐聯啊，或者叫歐冠或者叫 Champions League 對住拿波里。當時分組賽最後一場咧，係一定要贏嘅嚇。沙拿入咗球靚波，去到比賽尾段咧，差啲被逼和嘅一個近門嘅機會，艾利臣真係挺身而出，封走對方嘅射門。回憶翻呢個畫面啦，阿里就話：我中意責任，中意守護住6萬人嘅責任。6萬人咧就即係講緊利物浦嘅球迷啦。不過呢樣唔係佢最開心嘅事啊，佢最大嘅快樂咧係來自等緊佢嘅屋企人、老婆同埋小朋友啊。講到屋企咧，有時同啲仔女踢波咧，啲小朋友喺開始踢波嘅時候咧，咁佢就會用手機播住歐聯嘅主題曲咧，或者係 You Never Walk Alone 咧，分別係利物浦喺 Champions League 同埋每一場主場嘅比賽踢波之前咧會播嘅歌曲，有晒儀式感嗰隻嘅，仲要扮列隊出場影相咁樣啦。不過啲仔仔女女咧，全部都忍唔到笑嘅，反而咧阿里又叫佢：喂，你要認真啲啊！咁樣都幾搞笑啊！去到真正嘅歐聯18-19球季4強，作客巴塞隆拿，當時咧喺接近10萬人嘅老營球場，阿里就覺得利物浦咧其實踢咗場好波啊。不過最後3球落敗。冇辦法，因為美斯實在太癲啦！利迷們，老實講，當時當刻有邊個覺得球隊會逆轉到嘅呢？可能冇，球員們可能都覺得冇機會，但阿里試過啊嘛！佢代表羅馬逆轉巴塞隆拿成功過，下一年佢當時已經諗緊 Why not 嚟多次咯！翻到晏菲路冇沙拿冇費明路，但基本上咧都要草木皆兵焗攻噶啦，攻唔掂，好在後面仲有艾利臣啦。其實上半場咧已經救咗幾球啦，包括佐迪艾巴嘅單刀、美斯嘅攻門等等啦。最終利物浦憑住奧力自己入波啦，韋納杜姆半場速度嚟梅開2度啦，同埋 corner taken quickly 啦，加上尾段血肉長城嘅死守，成就咗晏菲路之夜啊！艾利臣功不可沒噶，4強過咗巴塞隆拿之後，去到決賽對住熱刺呢，哇！同樣係歐聯決賽，不過個對比就好大啦。講緊係門將表現嘅對比，下半場呢一度係俾熱刺撳住嚟攻，不過艾利臣呢就展現出佢嘅級數啦，防守係穩陣嘅，俾人嘅感覺係放心嘅。最後球隊憑住沙拿早段嘅12碼。艾利臣嘅各種撲救咧，之後仲有奧力治嘅鎖定勝局，贏到高普生涯第1
個嘅獎杯啊，就係歐洲球壇最崇高嘅 Champions League 大耳朵杯。紀錄片咧記錄翻當時嘅畫面嗰陣聲咧，加埋啲配樂啦，就真係做得幾好啊！因為我自己就未睇過利物浦捧杯嘅，未入場睇過啦。但係就望過水晶宮喺溫布萊捧起佢哋球隊嘅第一個主要錦標啦，即係最近嘅足總杯嘅冠軍。其實嗰陣聲嗰種感覺係相似。咁反而呢個紀錄片帶翻我翻去幾年前呢，好似都想像到喺當時馬德里利物浦球迷嗰種感覺，好似身歷其境咁啦。攞完 Champions League 冠軍之後，就劍指英超冠軍。2019-20球季勢不可擋，攞英超嗰季咧，其實有啲比賽都係緊緊贏嘅，贏係贏在艾利臣嘅撲救啦。而嗰一季最經典咧，應該係對住曼聯啦，喺紫色嘅天空之下，艾利臣長傳助攻沙拿鎖定勝局。其實嗰陣咧，啲球員啊，包括雲迪克都叫佢慢慢嚟，等下時間，等場波完。但係艾利臣咧同沙拿就特別心有靈犀，真係可以助攻到佢入波嗰下咧。雖然艾利臣係離沙拿最遠嘅，但係佢跑起上嚟原來都幾快嘅。佢係第一個攬住沙拿嘅球員啊，快過晒長區好攰嗰一班人啦。咁攞到冠軍之後嗰季咧，就喺疫情之中度過。艾利臣嘅爸爸意外離開，佢爸爸以前都係門將嚟嘅，咁自細教咗艾利臣好多嘢啦，用盡一切自己可以做嘅去支持個仔正艾利臣啦。艾利臣要頂住傷痛繼續呢個球季咧，係好唔容易嘅。其實佢可以決定同老婆啦、仔女翻巴西去陪屋企人，但係當時嘅環境咧，一翻到去幾乎就意味住季尾都要缺陣啦。艾利臣最後決定咧，就同隊友繼續征戰落去，因為佢覺得佢爸爸都應該會希望佢繼續踢落去，完成埋呢個球季，並且保有佢嘅。除咗阿爸嘅保有之外咧，同一時間艾利臣咧都有生仔 buff。咩叫生仔 buff 咧？即係每逢球員咧人生上邊有啲咩大事例如拍拖、結婚、生仔啊，咁嗰排咧有時都會影響到個表現啦，多數都會踢得好啲啦。利物浦嘅例子有24-25球季嘅 Curtis Jones， 第一次做爸爸，即刻嗰場比賽對住車路士咧射入致勝嘅一球啊！咁當時艾利臣嘅老婆 Natalia 咧都係懷有細仔 Rafael 啊，咁所以話咧細仔出世嘅時候屋企特別困難，係講緊艾利臣嘅喪父之痛。球隊方面當時面臨傷兵潮，冇咗半隊波啦，準確嚟講係冇咗後半隊波，冇晒中堅咁滯嘅。而爭取前四 Champions League 嘅席位咧，亦都係一分都唔可以失嘅嚇。當時作客西布朗啦，雲迪克只能夠喺屋企睇啊。球隊踢到最後1分鐘都冇辦法領先，呢個時候文尼同埋馬貼揚手叫艾利臣上前接應角球頂埋一份啦。最後真係由佢頂入喎，仲要係一個線頂去到遠處嘅網仔啊！咁其實佢係有練過嘅嚇，即係訓練嘅時候都有一齊玩下頂頭錘咁樣嘅。就係呢個波令到球隊喺下一個球季咧有得隻 Champions League。如果唔係，成個發展嘅軌跡啦，講利物浦嗰條路都唔同晒咁滯嘅。去到21-22球季，利物浦咧迎嚟名將嘅加盟喎。講緊係巴西94年世界盃嘅冠軍門將泰法路加盟做門將教練啦。喺嗰季之後咧，艾利臣似乎身手係更加敏捷嘅。而對於呢樣嘢咧，紀錄片訪問泰法路就話個關鍵係在於個平衡力啊。泰法路嚟到之後咧，阿列最經典嘅比賽係邊場啦？應該都係24-25球季對住巴黎作客嗰場嘅 Champions League 比賽啦。單場9次撲救，高飛低撲，單刀死角，應該乜都有齊晒嗰隻噶啦。咁呢個咧，亦都係艾利臣覺得佢生涯裏面踢得最好嘅比賽啊。咁雖然咧呢個係最後就冇 Champions League 嘅冠軍啦，但係
喺晏菲路慶祝英超冠軍，一家人聚埋一齊，6萬個利物浦球迷見證之下，共享天倫之樂，都唔錯啊！紀錄片描述嘅故事大概就去到呢度，當中呢，梗係有好多嘢係提唔晒，同埋要自己去感受噶啦。有時間咧都值得一睇。今次咧就唔係好似利物浦紀錄片咁樣啦，時間線搞到好亂啊咁樣，冇呢回事。真係由艾利臣嘅人生嘅軌跡，慢慢平鋪直敘去講述當中嘅一啲心境啊、感受啊等等嘅東西啦，係幾容易入口嘅一個紀錄片嚟嘅。大家對於艾利臣仲有啲咩回憶呢？同埋中唔中意呢種紀錄片啊、球員故事嗰種嘅題材呢？留言講下啦，同埋記得 like 啦、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啦。未 subscribe 快啲 subscribe 啊！仲有可以 follow 埋 IG 啦。咁之後利物浦球季開始嘅時候咧，都會陪住大家睇直播啦，同埋有時有啲嘅表現嘅總結嘅片啦，一啲特別嘅題材咧，都會帶俾大家。我哋幾乎一定會陪住大家，令到大家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。多謝你哋，拜拜。